開心法學，人生路上成敗往往就係一線之差。好多人一開始就冇耐性等成功，結果用晒一生去面對失敗。大家都有過呢種感覺喎，見到別人一步登天就心急到死，諗住自己都要即刻有成績。今日投咗份工，聽日就想升職加薪，開始減肥，第3日就照鏡問點解仲未見效，急到連呼吸都覺得慢，結果半途而廢。佛家講得好，呢個就叫無常同因果，種子要落地生根發芽開花結果，每一步都要時間同耐性。你唔肯等就等於冇俾因果有空間運作。急躁本身就係一種執着住我要即刻見到成果，結果反而阻住自己前行。實踐嚟講，下次覺得心急，問下自己呢一刻我可唔可以只做好眼前呢一步，或者每日留5分鐘，靜靜坐低觀察自己嘅急躁感覺，唔使壓抑佢，只係睇住佢嚟嚟去去。耐性就係咁慢慢練出嚟。總結一句，成功從來唔係等你，係你肯耐性同行嘅時候，先會自己走到你面前。